小贾，做什么呢？我在生气。谁又惹你生气了？当然是甘蔗寺了。甘蔗？什么甘蔗？甘蔗就是形容一个人特别的正直。你看，那甘蔗不就是笔直笔直的吗？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比喻，还挺有意思。哼，吃着甜，嚼两下全是渣，可不有意思。哎，对了，云主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关于四皇子的传言？现在3句话不离四皇子啊！啊，我的好云主，你就跟我说说嘛，我就听一下听一下。好，好，好。我听说四皇子殿下呢，他的母族并不显赫，他的生母去世的早，也没有同母的兄弟，小时候受了不少冷眼，直到前任首辅于大人见他可怜，收他做了学生，他的书画才华才得以施展，也深得皇上喜爱。但于家获罪抄家后，殿下就逐渐不问政务，只关心风月了。现在啊，他在礼部任协理之职。协理啊，那是一个很大的官吗？那是一个虚衔。我听说四皇子是自请担任礼部协理，想来也是图礼部自在轻松，可以让他醉心风月吧。赵晨夜，看来我还真的是不够了解你哦。给他做点什么好呢？哎，姑娘，姑娘请留步。啊，我呢是司治司的路人甲，想找姑娘行个方便，不知可否借你这膳房一用，就一个时辰。这个嘛，怕是有些难办呀。是否使用新手道具？原来这新手道具还有助攻一用。哎，姑娘，你看看这个怎么样？帮帮忙嘛。就半个时辰啊，厨房空着，你去吧。那个姑娘，还有什么事儿？那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，就这么点钱，你还想要鱼翅熊掌啊？没有，其实我就只需要番茄，还有鸡蛋，还有胡萝卜。完美。流星弹来了，发射！殿下让我好找啊。这个呢是今日我给殿下带来的蛋包饭。下毒了吧？下了，还是剧毒。这道菜呢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，叫拨云见日。怎么个拨云见日啊？示范给你看啊。哼哼，这就是拨云见日啊！这拨开乌云才能看见太阳。希望四殿下以后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都可以在黑暗中找到自己的那束光。四殿下，祝你生辰快乐！希望以后你的每一天都能像今天一样，天天能笑得这么开心。你怎么知道昨日是我生辰啊？
我这轻鸟传音，周公入梦，想你我掐指一算。行，你怎么这么拼啊？你虽然顽皮了些，但这道饭做的好吃，希望不是最后一次吃。怎么会是最后一次啊？以后你想吃你就告诉我要是天天想吃呢？我。就。不如你嫁到我府上，天天做给我吃，还别说，他这认真写字的样子还真好看。仙儿来了。星儿，殿下又在练字，这字体越发卓越了。听说前些日子殿下出宫了一趟，提前去平凉府看看。平凉虽不比江浙一带平凉海平山，但是别有一番风情。还有1年光景，明年我的生辰，就可请求去封地就藩了。就藩？这也太突然了。不是说时间可由殿下自行定夺吗？迟一日早一日有何分别？到时心儿可还愿追随于我？殿下既然已经有了主意，那心儿自当追随。干这事，干这事！所以你今天跟我说的所有话，全都是你的渣男语录了。我到底玩的什么游戏啊？为什么我一直在攻略一个花心大萝卜呀？哎呀，干这事，果然名副其实，嚼到嘴里全是渣。小贾，你怎么还没睡觉啊？睡，快睡吧。殿下去就藩，那我余家的大厨。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，徐党等人绝对找不到。殿下，说到徐有正，说下去。我觉得那名宫女在文渊阁大火时出现，真的过于巧合，嫌疑实在很大。听闻她最近与殿下接触的频繁了，心儿担心她该不会与徐有正……想攀附于我的女子不在少数，她的身份背景我已调查清楚，她还没那个本事。殿下似乎与那名宫女关系匪浅。仙儿，此事你无需担心。可是殿下……还有，以后若无要事，少来我这儿。来去的行踪也要小心谨慎。下去吧。看来只能靠我自己手刃徐贼了。心儿告退。心儿可还愿追随于我？
殿下既然已经有了主意，那心儿自当追随。甘正思，我一点儿都不生气，而且我一点儿都不喜欢你，你就是个猪！云珠姑娘，小贾姑娘在吗？在。那麻烦你帮我唤她一下，就说司殿下有请。怎么了？水，好点了吗？现在四殿下那边喊你过去呢。不想去。为什么不想去啊？别问了，就是不想去。可是现在小宝就在外面，我怎么回复他呀？哎呀，你就跟他说我感到风寒，嗓子激痛无比。好，不去了。回殿下，小贾姑娘似是感染了风寒，说不了话，行动也不便，近日不能来说书了。怎么会感染风寒呢？这个，随我去看看。是。你说他天天找我说书，我这又不是去我这说得了一时啊。我不管，我今天就要偷得浮生半日闲。哎，小贾，我觉得你还是赶紧回去躺着吧，万一被他发现了怎么办？我觉得他们说的对，四皇子吧生性风流，他今天想找人给他说书，明天就想找人给他唱歌，后天说不定就想找人给他跳舞了。小宝，哎，你一会儿去告诉他，他不是不能说吗？那就用画的，反正从明天开始，我每天都要看到新的故事。得令。他这个花心大萝卜，那就画一个男人四处花心，最后酿成大祸的故事。路人甲鉴赏。小宝，是我今天没有办法向你行礼了。快看小贾姑娘都变成什么样！快把四殿下赐的药安排上。黄连、黄钱、黄柏，最古药材排行榜的3甲都集齐了。啊，小贾姑娘，四殿下说了，期待你早日康复。你一日不康复，这艾草、汤药一直管够。开训！快喝呀！小贾姑娘，你感觉好点了吗？